說話一個決定，清清楚楚個個隨隨你，我永遠不拖不欠。但慶幸上流發現，在印象上流紀念，每一刻都記得你甜蜜過的臉。9次之後攞到人生裏面第一個嘅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，相當之感觸，亦都相當之開心。呢個遲來的春天，有冇坐喺在座嘅朋友？有冇人跟我舊年睇住個電視機同我一齊笑，同我一齊喊？多謝你哋。其實每一次。我記得有一個朋友曾經問過我，即係我唔係即係都係朋友啦，即係嗰個主持人問過我，佢話你覺唔覺得人越大越難攞到一啲成功啊？我當時即刻答佢，我話其實喺每一個年紀要攞到成功，其實都唔容易。成功係唔分年紀，唔係話年輕啲你就容易啲攞到成功，年老啲你就難攞到成功。但係我當時係咁樣答佢，咁而我今日睇新聞嘅時候，見到江旻憓攞到獎嘅時候，我都覺得好感人。我睇到佢即係原來經歷咗咁多嘅挫折，最終竟然攞到一個即係生命裏面咁至高、咁高光嘅一個獎。哇！我覺得好有一種有絲絲嘅同感，覺得哇！原來人生裏面經歷過一啲磨難，或者經歷過一啲挫折，攞到呢個獎嘅時候，其實係分外甘甜。咁喺度，我諗大家同我一樣都會好恭喜佢，係嘛？尤其是經歷咗咁大嘅挫折，咁哇！呢個比賽真係相當之精彩。咁好似我自己嘅電影呢場賽事咁啦，我覺得我自己最大體會就係，無論你係陪跑又好，你係得時或者不得時都好，你永遠都要好好咁緊守自己嘅崗位，唔好咁容易放棄。就算陪跑都有陪跑嘅精神。我做咗9次陪跑，我每一次都做咗我陪跑應該有嘅精神，最終去到10次咁多位啦。所以我喺度好鼓勵大家，如果你心裏面仲有一個火苗，你心裏面有一個夢想，永遠唔好覺得哇好遲咯，我覺得我好老咯，我年過半百40、50歲，我唔應該有夢想，我唔值得有夢想。No， 我就係最好嘅人版。我嘅提名由10幾歲開始，提名過9次，去到50歲，我終於攞到呢個獎，我係咪最好嘅見證啊？所以我鼓勵你哋，如果心裏面做過一個夢，或者你想追求夢想，永遠唔會遲，唔好咁輕易放棄。咁記得喺我拍電影嘅時候，最初咁當然仲係真係呢個蛋白質年代嘅時候，個面係還當怪嘅時候，即係一撳入去即刻彈翻上嚟啲皮膚嗰個年代。咁呢導演就揾我拍好多愛情喜劇嘅。咁
唔知道以下落嚟呢兩套你有冇啲印象咧？好，我哋去歌，唔好咁爆出嚟，你睇。